冇超重，冇過輕，健康 BB 最幸福。喺香港，6至18歲嘅兒童裏邊有17%係超重嘅。無論體型大小，小朋友嘅體重都應該喺體重曲線圖嘅範圍裏邊穩定咁增加。不過，即使小朋友嘅體重係處於高位或者低位，亦都唔代表佢哋係過重或者過輕嘅。父母應該定期帶小朋友去健康院或者診所，以便觀察佢哋嘅健康同埋成長嘅狀況。有好多研究指出，嬰兒如果喺最初幾年增磅過快或者過多嘅話咧，佢哋喺童年時候咧就會出現有較大機會有肥胖嘅問題啦。想避免超重，可以從日常生活入手。當小朋友懂得自己進食嘅時候，佢哋食飽咗就會停。父母係唔應該過量餵哺，亦都避免食太多含糖分或者脂肪嘅食物。母乳餵哺係最好嘅，但係如果選擇餵哺奶粉，就應該避免添加蔗糖同埋混低欖味。如果有任何關於小朋友成長嘅疑慮，最好諮詢醫護人員啦。